咯，甘学掉上空。嗨，请问啉咖啡了用做行？掠是德信公摊新日头民安路向前行100公尺，真秀嘞！是迄美浓客，个美浓客的天日头风，我真秀嘞。西片嘞会无天雷，是迄啉咖啡了。罗拉，迄样子无来日家蔬菜咧。我来掠离行。酷，迄台泥米来的咧。我是荷兰人，掠是我第一摆来台湾。哇，迄样子无上头来台湾了呢。我在土时的时，好好考请去入小改台湾。迄样，掠是400年前的台湾福摩沙。福尔摩沙。我上礼拜的离行上真久啊，面拢伫个蔬菜真健真酱。我是迄伫掠台湾的，掠唔单酱，也真有文化呢。迄四田果、面拢七宝丝、风铃七好好种嘛。就这样哦，掠手棍也就要改好爽的蔬菜嘛。真多啊，掠手棍也就蓝3点和紫3点。我伫掠是面拢的特色工艺。掠是客家的传统工艺，掠也就金厝田。要个是金厝田。金厝田保留金厝写文的文化特色，特别起来小厝子的。等下我会好好细细行行。请问，现地泥米每种是冻酒吗？现新日界方向开，隔篱是迄米线鸡，嘛是迄米弄头出名的板头鸡。板头是客人的日常美食。嘿啊，现来掠日天学吃什么？我电么付啊？哈，我图现来开好食、好爽的蔬菜。